会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即成夜，阮感谢你主一段，伫礼拜日早起，阮同心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神亲身教示，教阮伫地，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嘛，互阮的生命有改变，会当行出来。下面的时间，无论阮讲，阮听，阮思考，拢要放伫你的手中，你亲身来引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咱已经来到以弗所书第4章吼。这段经文是保罗教士内面介重要有关教会论的一个介重要的经文吼。一开始伊就讲到，伊讲伊所想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甲教师吼。这我先卖解说吼。迄个伊就是基督，咱来看上下文，迄个伊是基督。基督所赏赐互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这我上尾啊，较要来讲。基督赏赐遮是要创啥？伊讲是要，咱的和合本是讲成全圣徒吼，咱的台语是写是要互圣徒交庇吼。咱若是甲理解做起做训练，来准备操练拢会使。要成全圣徒，要互咱伫教会内面的咱的兄弟无共款的职分的人，会当做伙来建立基督的身躯吼。基督的身躯是啥意思啊？各位兄弟，基督的身躯是指啥物？基督的身体是指什么？就是教会啦，就是咱啦。搁一解提醒各位兄弟，若讲到教会意思，毋是咧讲一个所在，也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啥物意思？希腊文叫做 ecclesia。教会是咧指人吼，这群人，教会是指这一群人。咱知影是上帝所呼召，甲咱组织做伙即群人，迄叫做教会吼。毋是讲即个所在，古典教会毋是咧讲一间叫做 chapel， 一间叫做礼拜堂。所以我定举一个例讲，咱若全部的会友吼，拢伫北京路咧食饭，即马古典教会伫对？伫对？伫北京路因。迄知影吼，教会是咧讲人吼。所以讲，伊要建立、要起造基督的身体。咱大家有一个概念哦，下头讲遐个代志，下头讲的遐个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甲教师，因存在的目的是要创啊？要建立教会，就是要建立咱哦。这个是一个介重要的观念哈，我等一下，我最后要讲的是一个颠覆哈。这最近我定咧提一个概念，甲咱一般英国咧想的无共款咯。其实我真正最深的一个感受吼，咱基督徒误会圣经的意思。来，安尼来起则一直到什么时阵？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哈。这款的翻译有点怪哈。首先，其实伊意思不是讲真道就是信用的 faith 一直到咱众人伫信用顶面同归于一吼。同归于一，咱英语里有一个成语叫做同归于尽吼，安尼怪怪吼。伊意思不是安尼意思，意思是讲咱要伫信用内面结连。我们要 united， 我们要在那个faith那个信仰上面连结在一起，可能安尼意思吼。要安尼是要创啥？要互咱会当认捌上帝的囝，就是基督。咱家己会当长大。我们的成长到什么地步？到基督，甲咱让的啦，
基督为我们准备好那个完全成长的身量哦，我们可以成熟，然后就到这个身量。啊，现在来保罗的各该随得起啊，他们讲正面的，现在讲从反面来讲，啊，那这款的基督徒，就无个做囡仔，哦，咱若是囡仔，就常常会互骗去，中了这些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互骗去了，啊，就安那飘来飘去，摇来摇去哦，根基不稳，得安尼，哦，所以。伊即马就一直搁讲咧啊，讲咱来用听心讲诚实的话，伫各方面拢往基督来成长，搁有完革命伫即咱的元首基督，全部拢靠耶稣基督成做一个中心，结连做伙，大个人拢做家己负责的代志。啊，会当互相帮赞，上尾要互咱的身体渐渐长大，啊，伫听内面去做家己，哦，在爱中建立自己，咱我今日的题目，哦，伫仁爱家己去做，吼，这个自己是谁？各位兄弟，咱一路读落来。伫听内面去做家己，这个自己是什么意思？是咧指什么人？自己。这个咱不管是和合本还是咱的汉字本台语圣经，翻译都容易导致误会哦。伊咧讲的自己，不是讲自己，每一个人的自己啊。伊咧讲的自己是教会家己啦。哦，就是讲，这遮的代志到尾啊是要起做教会，又回到一开始讲的那个概念。为什么一路下来要甲咱大家讲遮的代志？就是讲，这段经文伫新约内面是放伫教会论，在描述教会内面的代志。所以即马一开始就是迄5个即份，伊所详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这5个职分的存在目的是要创啥？各位兄弟，是要创啥？要起造教会，对无？要起造教会，咱会掠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因为我认为咱甲传福音的误会了。我们误解了什么叫做传福音的。我来解说一下福音这个字是啥意思？福音，因为传福音呢，就是报好消息的人这样我已经解答了。那福音是什么？好消息。那我应该有一首歌叫《福音就是好消息》。你们的脸怎么看起来没有听过的样子？传给什么？传给朋友和邻里，是这样唱的吗？你们真的没听过？好。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这个希腊文叫 Evangelion， 好消息，这款是啥物代志伫希腊的时代希腊的时代，这个就定定咧用毋是教会内面较咧用这个的意思所以讲，若有一个城邦、一个国家国王若生一个囝，王子呢，也是讲生一个公主，安尼有欢喜无？有欢喜无？就会派一个人世界去报扬讲，咱的王生一个。王主生一个公主这个叫做好消息这个人就是传福音的报扬好消息的人。各位兄弟，我问您，这个好消息传给谁？
起码一个丝毫国，哦，丝毫国的国王生了一个公主，啊，是好消息，对不对？传给谁？谁认为会是好消息？不是讲，我意思讲，对什么人来讲，这个丝毫国的国王生了一个王子或是公主是好消息？对谁？还是对启龙国？还是启龙国的人？当然是丝毫国的人自己才认为是什么好消息呀、啊。所以传好消息是传给谁？家己人啊，自己人啊，至少是认同你的人呐、啊。怎样意思不？好，那今嘛丝毫国跟启龙国相台呀、啊，打仗战争。啊，我们就就去外口空地修台，啊，结果丝毫国怎么样？我打赢了，对不？这个时候传好消息的人又出来了，因为其他国家的人都在后方嘛，敢知影头前出什么代志？上拍洋，敢知影？唔知影。这个时阵，才有一个报扬好消息的人，伊就开始安那走倒来丝毫国吼。来，好到我讲上你啊！哦，丝毫国吼，啊，今麦招登来丝毫国的啊，丝毫国的人讲啦，我们丝毫国啦，打赢了，这个是不是好消息？是不是啦？哦，啊，不过丝毫国里面的人都跟我赶快，都是路痴，路痴在上面啊，我很容易迷路，哦，我迷路的严重程度的是迄个。车钥匙一发动就迷路了，那你有厉害不？啊，结果那个报好消息的也是个路痴，他跑去哪里？他跑去启龙国了，然后跟启龙国说：“我们丝毫国怎么样？打赢了。”各位兄弟，这对启龙国来讲，那是好消息。啊，我底下话，丝毫国打赢，结果会怎么样？啊，我给我们怕戏啊，哈！啊，不过启龙国里面的人可能有几个会很高兴哦，就是我所谓的启龙监，上面跟着启龙监，然后上面讲汉人啊有汉奸，哦啊，即马启龙国有启龙监，那你知影啥意思不？就是讲伊是启龙国的人，啊，不过吼，他的心是喜欢什么？丝毫国的，那他叫做启龙监，那你知影意思不？好啊，所以我这里迷路的这个报好消息的人，跑去启龙国，啊，底下话讲，咱丝毫国啊，怕赢，所有启龙国的人都怎么样？很生气，很伤心，很难过。啊，不过里面的启龙监会怎么样？好，伊他唔敢表现出来，伊安尼，对不？好，怕赢。哎，各位兄弟，传好消息是什么人报啊？什么人报？哎，咱启龙知识讲对了，想听的人呐、啊，听懂我意思吗？传福音，传给谁？传福音，传给什么人？传给想要听的人啊！传给对基督教信仰有关心、有兴趣的人。那讲的比较神学一点，就是这个人已经圣行干呐，光照。而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人是安怎会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兴趣？我要问第一代的基督徒，为什么会对基督教的信仰一开始你会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听到陈世豪牧师在讲道吗？是不是？还是看在路上有一些人穿白衣服说你是罪人，信耶稣得永生。
正是第一代基督徒哦。然后当天就讲，在我最什么无助的时候哦，伊亲身经历基督徒对伊的什么话帮忙。 还是基督徒跑去到旁边跟你说，上帝会保护你啦，吼，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各位兄弟，我要讲的可能对我们以前的想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请大家思考一下，我发现这是咱即马正教会吼，不只是咱长老会，正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咱甲传福音这个观念，直接同等于用嘴讲。 福音的代志，互非基督徒听。我唔知道讲清楚。我们直接把传福音这个概念缩小，等同于用嘴巴讲福音的事情内容给非基督徒听。这唔是圣经的意思。传福音。 传讲上帝的话，对象是啥物人？传讲上帝的话，其实对象是啥物人？基督徒，也是无道友，也是认捌上帝的人。咱若倒去看四福音，看使徒行传，看耶稣甲耶稣道所做的，其实因传福音是传互啥物人？ 传互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有认捌上帝无？各位兄弟，犹太人有认捌上帝无啦？有信仰上帝无？有啊。所以耶稣甲耶稣道甲保罗、彼得因遮的人传福音予犹太人，内容是什么？他跟犹太人讲什么？因得拢认识上帝啊，信仰上帝啊。保罗因是咧甲耶稣，保罗是咧甲犹太人传什么？弥赛亚来啊啦！这个弥赛亚就是什么人？就是你们定死的那个谁？耶稣啦。你们定死的那个耶稣的是基督啦，就是基督，就是犹太人。他们听得懂不懂？他们听懂吗？犹太人一世人，你听好什么话？ 弥赛亚就是天后基督，不过伊认不出来，他们认不出来，耶稣就是什么话？基督，他们认不出来。所以保罗甲其他的使徒，因传福音上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告诉犹太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这个样子。点清楚了就通了，心很硬的就不接受。 咱若要看《使徒行传》，保罗描述保罗几乎没有跟非犹太人传讲福音，讲的。使徒行传的记载是讲，这的人使徒因若去一个新的所在，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他们都直接去哪里？去厕所吗？直接去哪里？ 会堂，会堂是什么意思？犹太人组织，犹太人礼拜上帝的所在，他们一定直接去会堂，底下讲道，底下讨论，底下教习。所以保罗他们传讲福音的对象是谁？认捌上帝的人。各位兄弟，咱爱搞清楚。 保罗在《使徒行传》唯一一次有记载，保罗非基督徒向非犹太人、非基督徒传讲福音，用讲的唯一的一次，就是在希腊雅典的时候。保罗看到雅典，拢是啥货？偶像，心内最优秀，伊感觉哇，这人什么拢拜。 跟台湾人一模一样，石头也拜，树也拜，拜了，希腊人的思虑比台湾人更细腻，因这惊有一个神明拜不了，他们很害怕，什么都拜，可是就是怕到
嘎那一个有一个神没拜到，不是很不敬虔，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祭坛，上面没有偶像，下面写4个字，叫做卫士之神，就是这个神明吼，是阮无熟悉迄个神明啦，吼啊，所以没有雕刻偶像，就只有一个祭坛。哇，这个保罗看到了，保罗很厉害，保罗真的很厉害。他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跟甲遐雅典人讲：哦，你有看到恁这个祭坛，这个卫士之神，啊，未熟悉迄个神明无？我要甲恁介绍啦，这个是啥物啊？这就是阮的阮的耶和华上帝啦。哦，这个创造天地宇宙的这个上帝。保罗第一次讲福音给外邦人讲的，各位看这是所谓的创造论，他不是讲救赎论，听有意思无？保罗去到逐所在，那对犹太人讲的一定是救赎论，就是讲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啊，不过他对外邦人，他不敢这样讲，他知道外邦人听得懂听不懂，听无，所以他只好讲创造论，讲这个耶和华上帝，就是创造宇宙的这个上帝，就是恁掠做恁唔捌的，恁遐唔捌的迄个神明，就是阮耶和华上帝。结果讲完了，那些希腊人认为他是疯子，啼笑。只有少数的人还想跟他讨论一下。各位兄弟，我要讲的一个概念，伫台湾，我看不只是台湾，伫台湾即马基督徒认为传福音，就是甲一个福音的内容用讲的讲给非基督徒听，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或是说这个是危险的观念。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不懂，传的人会着急。我会着急啦，我讲，你拢听无？啊，我这着急的，安尼我会做啥物处理？你知影无？我会讲让你听得懂。本来耶稣是说，凡啊要跟对我的人，就爱安那，来看无家己。哦，我们翻看无家己是很有图像、很传神的方法哈。和本说就要舍己哈，爱看无家己，爱背啥？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是不是？各位兄弟，咱敢知影背十字架是啥意思？什么叫做背十字架？伫罗马时代，你若去用判刑，陈世豪被判要钉十字架，那我就得要背我自己的十字架，哦，背一支，哦，一支木头啊，扛着那个木头去干嘛？去游街示众啊！所以你路里若看到一个人，伊在扛他的十字架，你很清楚那个人怎么了？那个人怎么了？那个人要去死了，这样听懂吗？那个人要去死了，所以压缩艺术是什么意思？既然要跟对我的人来看无家己，啊去死啦！各位兄弟，你要传这款福音无？你要传这种福音吗？你要传嘛，无人要听，没有人要听，也听不懂，那你只好怎么讲？若有人要跟随耶稣，就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就不讲，可是就会讲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啊？就可以得永生啊？也听不懂什么叫得永生，那就再讲更清楚，就可以有很多的福气哦，好，就可以住大房子哦，就可以开大车哦，就可以带罗雷克斯。各位兄弟，你不要笑，我是说，是真正现在台湾在传福音的方法，这叫成功神学。因为听不懂，只好让你听得懂。啊，怕你听不懂、听不进去，会惊，就只好讲让你听进去会怎么样？会欢喜耶。我现在追不到女朋友，你告诉我，信耶稣就可以什么？
啊，有老婆，要不要信？要啊。哦，我现在在找工作找不到，你说信耶稣就可以什么？啊，赚大钱，那我要不要信？要。各位兄弟，不是这些人的错，是基督徒自己的不对。我们扭曲了福音啊，让把这个福音哦，已经讲唔对去啊。这一次的八仙晨报，我写一篇文章来骂我们自己基督徒。他有一个现象哦，有一个基督徒就在他的 Facebook 很公开的写说，哦，那一天晚上我本来是要去八仙的，可是哦，弟兄姐妹叫我去聚会，我想了半天，好吧，就去聚会了。哈利路亚！不然的话，躺在医院的是我呢。哇，你上帝多公义慈爱啊！最好那400个里面都没有基督徒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你就感谢就好。你有必要写在 Facebook 上告诉大家，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没有被火烧到吗？啊，对他认为是好见证。这个是认为讲你要用讲的啦，各位兄弟，福音哪用讲的是无效的，我们会讲错对象。福音用讲的，福音用传讲的对象是基督徒。那你说，我说我就是信耶稣的人呢，我是基督徒，你还对我传福音干什么？干什么？各位兄弟，我对你们传讲福音干什么？啊？I preach to you， 我甲你一直讲，目的是要创啥？啊，灵命有长进。要帮助咱所有兄弟，伫这个世界活出上帝国的款式，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咱若无上帝的话，无上帝的神甲咱斗阵做伙。咱无法度伫这个世界要活出上帝国的款式。咱活伫这个世界是介容易，我们非常容易就照这个世界的价值，照这个世界的款式去活，很容易的啦。我常常举例嘛，我们现在是一个派出所，是一个全部我们都是警察，我们都是哪一种警察？都是会贪污、会吃案、会欺负老百姓的警察。结果今天来了一个菜鸟警察，叫做启龙。今天是启龙天启龙日启龙是一个新进的警察，新的菜鸟警察，他是一个公平正义的警察。他进到我们这个警察局，会有什么事发生？各位同学，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会怎么样？他公平正义，不收贿，不吃案，然后爱百姓 ，protect and serve， 哇，这样你好的警察，我们其他都不是啊，咱都是收钱的，然后都会欺负百姓的，吃案的。来，我们会怎么对付他？来，快点，怎么样？排挤他而已哦，你们那么善良吗？我们有那么善良吗？我们会怎么样？诬陷他，都没人说直接把他干掉。各位同学，我们想想看，这个启龙远警 officer 这个启龙，他来到我们当中，压力大不大？压力大不大？我以前在金门当兵的时候被连长叫去做那个采买。采买在干什么的？买菜呀，还有买肉了，就是买整个连上要吃的东西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当过采买？各位兄弟，那兄弟有做过采买举手。好。第一天我去市场买菜，5点就要去市场买菜，就买，那个厨房会开菜单给我，然后点完了，给他钱，他也给我钱，这是什么事？我给你钱，为什么你也给我钱？他说这叫什么钱？在找钱
commission 啊，什么意思？嘿，菜市啊，像你这菜单那么多家在卖菜，为什么我要去你这家买？而且我是买一个家庭的菜吗？我是买什么？一个连的菜呢？这个菜贩要不要抓住我？可以抓住我，要用什么方法？给我好处嘛，对不对？可是我也惊呢。我说，啊，那条路这不对吧？没关系，拿去了，拿去了，好兄弟，好朋友，拿去了。嘿，对，那都安尼啦。我就看看其他的采买，每个采买都跟我有个地方不一样，他们的脖子上都有挂一条这么粗的金项链。哎，各位兄弟，我安尼讲，你有相信不？相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啊，不相信哦。你那边是挂2条，是不是？各位兄弟，好来，跟我讲，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说起来了，说起来，我真的很痛苦，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哦。因为大家都收，我收不收？收。基督徒可不可以收？收。还是收？我第一天不收哦，你知道吗？那个菜贩快哭出来了，他真的快哭了。他在想说，我大概想要更多一换，还是说他大概以为我要换一家那个菜单？我要更多，他真的快哭了。我看那个欧巴桑，那个阿婆，她真的是吓到手足无措，你知道意思不？好，所以我后来就收了。收了以后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做采买的那3个月，我连长很厉害，他采买没有一直一个人的哈。那3个月，我全连都加菜。我们早餐吃汉堡啊，我就把那些钱再转来加菜，你知道意思不？哦，因为我不敢拿，又不能不拿。然后其实我也黑掉了，因为要接我做采买的人，他们也只好从他们拿的佣金里面拿出一半来加菜，你知道吗？哦，各位兄弟，有没有压力？如果咱若无上帝的话，甲上帝的心，甲咱斗阵的时阵，咱要活伫这个世界，咱是无法度活出上帝的款式。上帝国的宽恕。不过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居然能够活出跟世界不一样的生命样式，我讲一句，咱若是伫这个世界，会当活出一个款式是甲这个世界无同款的，边的人看到会安怎？他们会怎么样？讲你是笑的哦，他们会被你吸引。弟兄姐妹，各位兄弟，伊会互你吸引。你也奇怪，他会有疑问，他会来问你什么？你喜欢来起笑，是不是？他会问你什么？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当有人问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时阵开始咱用讲的传讲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基督徒，我们不要搞错了。这个人对你根本就没有感觉，这个人对基督教信仰根本就没有什么有兴趣，然后你没事跑去他面前跟他讲什么？甲讲啦，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伊甲你讲无肉收嘞，各位兄弟，他不懂的时候，你跟他讲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咱敢若会当用咱的性命，用咱的生活。用咱的性命的关系来吸引这些人，这个才叫传福音。弟兄姐妹，传福音就是好好活着，福音就是好好活出一个上帝所有嘛咱的关系，这就是传福音。不是你一定要上一种课叫如何传福音，你一定要去学什么3福、满福宝、4律，
上面一大堆双亿、3亿、4亿、5亿，觉得这些一大堆东西表示你会传福音，唔是啊，各位兄弟，传福音咱做一个好的老爸、好的老母、好的囝儿、好的兄弟、好的姊妹，一个认真拍拼上班的人，活出一个甲这个世界无共款的价值的人，你四周围的人会互你吸引，圣神会甲光照，因会向往基督徒的生活，他会来问，那时候才是用讲的时候。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刚才要讲，无要做。你知道只有谁可以用讲的吗？只有我啦。唔过，换一个方式讲，我如果真的表现的行为很烂，我很会讲，有没有用？没有用。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是靠咱的生活的见证，不是讲咱外交讲话话术，这不是技巧，不是话术。我说我差不多快要改信天主教了，好，这个天主教这一届的教宗真的很让我惊艳。这个教宗说，传教不是要让别人改信你的教，不是要让别人成为你的信徒。他说传教就是去爱，就是去听人，去听耶稣基督，单 only。你心里不要有太多的盘算，心里不要有太多的计算。我对你好，我要是要甲你安那，求来教会，不只是求来教会，是求来冤教会。各位兄弟，这不是传福音，这是老鼠会，这鸟车会。这里的教宗伊讲，传福音就是去爱啦，没有盘算，没有计算，没有交换，无交换啦，就是去听，听了这个不爱信，要安怎？你知影上帝对伊的时间还未到，你继续听就是啊。各位兄弟，唔嘛，咱正人拢是传福音的人，咱正人拢是会晓过生活的人，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你唔嘛，阮正人拢甲遮使徒共款，阮拢要去传福音，啊，毋过阮知，毋是用阮的嘴去讲出福音的内容，互未信者来听，毋是，阮是要用阮的生活的见证来传福音，用阮的 good deed， 用阮的好的行为来传福音，帮助阮基督徒知影出一支嘴无效，因为阮家己嘛毋是因为听到啥物话来挖靠你，来亲近你。求你帮助阮成做一个水的基督徒，用阮的性命来传福音，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